回顾因的70周年来，上帝伫因身上所做的代志甲祝福，会当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原来是有主日学温哥的教会，并且因也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并且因最近伫乡亲的事奉顶面，甲咱教会也真共款。因是发展旺德福事工乡亲的事工，咱是对社区的关怀事奉。伫即款的服事内底，会通看见上帝透过每一间教会有真侪真大的恩典甲祝福。总是咱若是将着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祝福，家放伫一边的时阵，那么即间教会就会渐渐没落，渐渐消沉去。所以伫遮个日子内底，阮看见乌来信教会因伫当中开始恢复，怎样向着社区、向着周围的人继续传福音。咱感谢主的恩典甲疼痛。一间教会若是会当定定伫主的内面有传福音的行动，咱就会当伫其中看到上帝欢喜使用。所以因伫70年来，因除了买到现此时礼拜堂的200坪以外，因阁连续买2间土地，所以因现此时的土地大概要到有300几坪左右，要到400坪。我讲这个代志，就是要甲各位讲一个祝福。咱今仔日，咱教会是到2029年，1959对，2029年的时阵，咱教会就是70年。总是咱伫这当中的是，咱感谢上帝，愿上帝亲自帮助咱，互咱会通伫上帝的恩典内面继续扩张。咱感谢主，咱为着圣安信教会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求上帝施恩赐福，互咱会通真正扩张咱的境界。也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伫主的面前是，咱甲主上帝讲，上帝无论我到什么款的年岁内底，我会当服侍你。这就是我伫这个地面上永远的见证。咱今仔日三甲做伙伫上帝的殿中，咱有少年有年长，无论伫倒一个阶层，毋是做咱无欢喜的代志，是做上帝托付咱的代志，咱就一定会欢喜。所以这是得胜喜乐的秘诀。咱为了咱安乐信教会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会记得上帝所赏赐咱的，会晓领受上帝的疼，分享上帝的疼。咱会晓借着祈祷来行起事工，借着祈求来守望事工，并且伫事工完成的时阵，咱会同齐献上感谢而乐的祭。咱也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对着儿童主日学，对一直到青少年、壮年，一直到上青的事奉，互教会成做一个整全并且大有能力的教会。咱三甲做伙开声来宣告、来祝福、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主是上帝，亲自赐恩伫阮当中，保守引带，互你的教会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荣耀内底。主，我们感谢你。你过去怎样引带赐恩伫乌来圣教会的身上？当这间教会开始伫主你的面前恢复起初上帝你所赏赐予因的荣耀。今仔日我也要伫主的面前感谢上帝你的疼，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愿为着安乐圣教会，为着圣安圣教会来祈祷来祝福。主啊，阮领受你的恩典，阮徛起伫这个所在，阮甲这个所在是有这个祝福三甲连做伙的，因为上帝你应允，阮较去到的所在，阮就伫迄个所在来祝福，就伫迄个所在来宣告。愿主你伫阮所行一切的事上保守引带阮，主啊，加强阮的信心，互阮亲像有加力的信心同款。伫迄个所在，阮会当安尼讲，上帝，阮伫前一的日子怎样？伫古早的时阵，阮的信心的勇行。到伫如今，我的信心犹原要勇行，并且出入征战，得上帝你的帮助。主，我也要亲像撒母耳同款，愿恳求会当听见你的声音。主，当你对阮讲的时阵，当你呼唤阮的时阵，主啊，阮伫个所在讲，主，阮伫遮，请讲，怒目静听，互阮听见你的声，互阮伫这个时代内底会晓起来祈祷，用祈祷甲上帝你同工。超出主你的心意，阮甲你同行，你亲自引带阮来行。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愿你家己的能力
官兵，你的祝福赐阮伫安乐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赐阮伫圣安圣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祝福这两间教会伫主你的面前，真侪上帝你所欢喜，主你所设立荣耀的金灯台，会当显出光来，会当真侪世界的盐，通互阮会当祝福这个社区，祝福南华里，祝福阮会当伫这你为阮定定的所在，伫个所在发光见证上帝，高举基督的名，互主你的名受高举的时阵，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感谢主，将荣光归予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10月19至20日，廖牧师前往乌来圣教会主礼培灵会，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日出入平安大道。第10月22日暗时7点50分至9点30分。向碧树诗班将恢复练唱，敬请预留时间参与侍奉。第3，11月17将举行年度职事改选，请各位兄弟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会。第4，12月22圣诞主日将举行洗礼式。有意愿受洗的，请向牧职同工报名。已经报名的有廖万宏。第5，教会精送2025年月历，每一个家庭为一个单位精送1本，请有需要的家庭伫主日崇拜后至招待道登记领取。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家姐平安，平安，欢欢喜喜，伫主内面的日子，阿门，阿门。圣经甲咱咧讲，咱来听上帝的话。啊，伫线上的兄弟嘛，大家请安，家恁请安，一切拢会当顺利。上帝话安尼讲，请来听。普天的，等一下，谢谢。普天的着耶和华欢呼，恁着乐意侍奉耶和华，着来伊歌唱。咱着爱知影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做的，也是属伊的。咱是伊的民，也是伊草场的羊。着轻声进入伊的门，着学乐进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息直到万代，对，阿门。所以咱要来吟诗唱歌，学乐咱的主。请咱起立。嘿，咱着同心，学乐祈愿主上帝。掌管你我生命万民的主宰，咱着活好将来了你主的力，你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力拢着跪拜你。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挂无比。
管主上帝，你用慈悲款待世间，咱亲像感谢。咱着吟诗的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感谢阿乐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民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哦，全地拢着跪拜你。我的主，咱的君哦，你的权势至大无比。嘿，咱着感谢阿乐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的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这位来感谢，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咱一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那么你，哦，主感谢你，是这样啊美善的上帝，哈利路亚，哦，把它写下来。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民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哦，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上帝，你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的圣殿来阿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讲，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欢喜喜伫主的面前，继续要来欢喜唱歌，阿乐主的名。来，欢喜，欢喜唱歌，阿乐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唱歌。
下，啊主耶稣恩典主比，我的甲我家己，这有困苦欠亏时，是问我心里。我的主过了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过了主名，你到地顶应要献上。主的恩恩也不改变，献出主爱恩典。你的帮在因错不起，你高手叫主你。哈利路亚，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过了主名，你到地顶应要献上。我的主过了主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过了主名，你到地顶应要献上。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带咱就天，伫永远福乐的所在。哈利路亚！有啥物款会当甲咱带到天边遐里？只靠耶稣，只靠耶稣所留的宝血，圣羊羔为咱所做一切，由完成了救赎的功劳。最大为的全团的，只靠主耶稣的宝血，对我为的世前提，只靠主耶稣的宝血，老宝血相当，用的强上恶龙。只靠主耶稣的宝血，我的下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宝血，我的疲惫情罪意，只靠主耶稣的宝血，老宝血相当。强上恶龙，并无把你看透，只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家己的功劳，只靠主耶稣的宝血，爱到上帝最好，只靠主耶稣的宝血。只靠主耶稣的宝血，为你心中的安宁，只靠主耶稣的宝血，我情最深，只靠主耶稣的宝血，老宝血相当。上恶龙，并无把你看透，只靠主耶稣的宝血。是不是咱真肯定讲是？不是金钱，不是美貌，不是财势，不是权力，不是权力，
啥拢袂当甲咱带到上帝遐入去。咱得救是在乎伊的恩典，毋是靠着咱的行为。总是也着信心甲行为也是相称的，就是因为咱得救了，用着咱的行为来证明咱对上帝的信靠。等下咱再来吟全首的时，让师母来唱第一个，大家拢甲咱唱一句，只靠主耶稣的保护。咱用配音我来唱，大家回应哦，来。最大的地全权利，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有悔为的洗清气，只靠主耶稣的保护。再回来。老不悔的宣告，用的强上恶路，并不把你看破，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来配音。我的下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我的体被清罪义，只靠主耶稣的保护。阿门。老不悔的宣告，用的强上恶路，并不把你看破，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我靠家己无功劳，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为甲上帝撒福，只靠主耶稣的保护。宪哥，不悔的宣告，用的强上恶路，并不把你看破，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为的心中的安宁，只靠主耶稣的保护。为的互我正最成，只靠主耶稣的保护。阿门。老不悔的宣告，用的强上恶路，并不把你看破，只靠主耶稣的保护。当家讲阿门，哎，阿门，只靠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是咱最解上解亲密、上解了解咱的上帝，无论是攀山，无论是过岭，伊拢甲咱做伙，阿门。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白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福也是苦。拄着日
生命真正快活，只有相信的祝福，朝朝晚晚，只有相信的祝福，朝朝晚晚，只有相信的祝福，朝朝晚晚。听从阮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陪伴阮做伙行，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你甲阮三个同在，有你的安慰，有你的疼痛，互阮的心内面真正得到满满的平安甲稳定。阮心内面特别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献上懊恼，因为有阮信靠你，因为有阮仰望你。因为阮要用阮的一生来跟对你，主求你引带阮，互阮伫世间无搁再倚靠阮家己的能力，互阮会当来到伫你面前，放下阮的一切，独独要来倚靠你，独独要来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心意直情伫阮的心内面，伫阮的生活当中，亲像伫天顶共款。阮要将荣光归乎你，将颂赞归乎你。愿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咱当心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听这，请坐。继续，咱来用上帝话来启应。对耶稣的本必发出一条。耶和华的灵必点伫伊的心上。魔力甲能力的灵，伊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段是非也无偏伫耳孔所听，掠正直判断世上会谦卑的人，用嘴里面的气裁了害的歹人，其实要做伊协会的大，再让比较面油锅动起起，少壮士啊，甲牛犊并入背出当群，牛比较咸当食，知影比较食草的牛共款。长龄的婴仔要按手伫毒蛇的血顶，因为人物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亲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阿门。这是上帝恩典，这是请少伟传道正道。这时，请咱来同齐掀开伫咱周报的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
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6节。偏着，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请。耶稣看见这济人，着去到山顶，既然坐了，门徒来到伊的跟前来，伊着开喙教示因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爱听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承受土地。枵喙焦较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巴祝；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因必蒙怜悯；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见上帝；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称作是上帝的囝；为伊受困着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人若因我着卖恁、困着恁，捏造同样的歹话诽谤恁，恁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而恁以前的先知，人也是安尼来困着因。恁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样会当叫伊搁较咸呢？以后无路用，不过等伫外口，互人吞大了。恁是世上的光。城坐伫山顶是袂当稳重的，人点灯毋是放伫刀底的，乃是放伫灯台顶，就照亮一家的人。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叫因看见恁的好行为，着将阳光归伫恁伫天顶的爸。阿门。咱圣经读到遮，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从，你差派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互阮会当因为信靠伊，阮的人生就有盼望；因为信靠伊，阮的人生就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有你踮伫阮内面的人。所以，阮来到伫你面前仰望你，当阮看到主耶稣基督所教示。济天顶的福气，阮心内面有即款的愿望，阮愿望会当伫天顶，甲你做伙同享即个天顶的福气。愿你的心意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伫今仔日你的话语伫正道分享当中，搁一摆听到上帝你对阮所讲的话，互阮的心意就会当对你来行。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的经文。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主题是传天国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伫顶个月，当我讲道的时阵，我要分享伫马太福音第4章的经文。伫当中讲到耶稣基督伊呼召遮的门徒。来跟对伊，呼召遮个门徒来跟对伊，所以呢，咱伫顶个月当中讲到耶稣的门徒班，就伫即个时阵来开课。伫即个时阵，伊招生了后，伊就招好遮所有的门徒，所有跟对伊的人，就伫当中要来开课。耶稣伫当中的开课，伊上什么课呢？伫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当中，甲人讲到，对迄个时阵，耶稣就传起道来，讲天国近了，恁应当悔改。天国近了，恁应当悔改。这是耶稣基督伫伊的对门徒的这个教导当中上重要的部分，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天国是啥物意思呢？天国也是伫别个福音书当中有讲到上帝的国，上帝的国甲天国其实拢是共款，拢是咧讲到这是一个上帝统治掌权，带来公义甲和平救赎的国度。这是伫圣经当中，特别伫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基督应允要
伊的门徒会当经历、会当得到的这个国。但是这个国究竟是啥物呢？这个国甲咱有啥物关系呢？今仔日咱就要继续来分享这个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因离开伊离开旷野，伫加利利当中要来传天国福音。伫当中经文就是安尼讲：耶稣行遍加利利，伫逐个会堂当中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伫当中，耶稣基督传天国福音，是因为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上重要的一部分。伊嘛是要互世间人要领受的、要相信的，就是这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所以顶个月当中，阮讲到福音这个名词，福音这个名词，毋是干那讲到人会得救安尼尔。福音这个名词特别讲到的是上帝国要成全伫咱的活命当中，上帝国要成全伫咱的活命当中。咱会当怎样来思考天国的福音呢？我们首先要甲各位来分享这本册。这本册呢叫做《耶稣做王》是啥物意思？耶稣做王是啥物意思？这本册是一个圣经的学者叫做 N.T. Wright， 伊的写了这本册当中，伊讲到伊定心带领人来思考福音书当中所讲的上帝的国，也是讲到天国。这个国代表了有一个国，代表这个国当中有一个王，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啥物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伊的目的是为着要做王。所以伊伫当中，伊就对福音这个名词有一个，互咱有一个定心的看法，互咱有一个定心的解说。伊讲到福音的意义是宣告这个新王要登基的这个好消息，这个宣告这个新王，这个新的国王要来，新的国王要登基做王的这个好消息，要登基做王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伊对福音的解说。所以咱常常咧讲到福音是啥物？福音是好消息，无毋对，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毋是干那讲上帝要赏赐互你有稳定满满、有幸福的人生安尼好消息尔。福音毋是安尼尔。福音更较重要的意思是，这个好消息是，伫你的活命当中有一个国，就是上帝的国，并且耶稣基督要伫当中来做王，这才是更较重要的好消息。毋是干那要互你的人生更较幸福、更较有稳定、更较喜乐安尼尔。所以福音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甲咱讲到，福音是耶稣基督做王。福音是耶稣基督做王。当我咧看这本册的时阵，我会当看到伊这本册对福音的解说，对福音书的解说，其实甲咱伫当中伫咧追求咧军队这个这段转化的信息，其实是同款的。所以我就甲大家做伙来分享福音。伊伫N.T. Wright 伊伫这本册当中，甲咱讲到，对以色列人来讲，基督做王的福音应验了旧约的弥赛亚预言，就是伫旧约圣经当中，就已经讲到未来会有一个叫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这个弥赛亚呢，要来到伫因当中，要来引带因，带领因建立一个属上帝国。所以因对以色列人就对这个弥赛亚有一个真大的愿望。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虽然因无亲像以色列人所想的安尼来成全上帝国，但是这耶稣基督犹原确实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迄个弥赛亚。但是迄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伊较是安尼。安尼对咱来讲，咱毋是犹太人，咱敢若是外邦人。对外邦人来讲，咱毋是相信迄个弥赛亚的预言。咱是相信讲，基督做王的福音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毋是干那是个人的救赎，
搁较是，互即个世界得以恢复更新，要来影响一个大有愿望的国度。对世间人来讲，其实也上帝互咱的即个国是比咱所想的搁较大的，毋是干那伫以色列伫迦南地即个土地真做一个国家尔，是全世界，是伫每一个人的心中，耶稣基督要伫当中来做王。所以，咱伫祈祷当中，主耶稣教导咱的祈祷是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国临到。这是咱的祈祷，这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主祷文要教示咱怎样来祈祷。愿你的国临到，意思是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当咱咧上读即个主祷文的时阵，咱愿望即个主祷文，毋是干那真做咱喙中的祈祷词尔。愿即个主祷文是真做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愿上帝的国降临伫咱的活命当中。当咱相信上帝的国的意思，就是上帝掌权，耶稣基督做王伫咱的活命当中。咱就会知影一件代志，天国对咱来讲，毋是干那是心灵顶面的一个架脚的所在，也是一个安慰尔。真侪人相信一个宗教，是因为伫因的心中有一个欠缺，伫因的心中有一个忧伤，因希望借着宗教的力量，会当来充满，会当来补满即个心中的空虚。但是天国毋是安尼，咱所相信的毋是宗教，咱所相信的是福音，是真理。咱所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要伫咱活命当中来做王，亲像伫天顶同款。所以伫教会历史当中，其实咱会当看到教会渐渐将福音传了愈来愈少。什么叫做将福音传了愈来愈少呢？就是小到一个程度，敢若甲你讲，哦，你若信耶稣，你若信福音，你的人生就会幸福，你的人生就会有愿望，你的人生就会有稳定，你的人生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安尼尔。但是这毋是福音，这福音毋是敢若安尼尔。福音若是敢若讲，你人生无有愿望，所以你来找到一个愿望，这毋是福音。福音的意思，真正意思，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做王，要伫你的活命当中咧做王，毋是干那你每一礼拜日来到伫遮聚会，这叫做信耶稣。是伫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所行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拢有耶稣基督咧掌权，这才是叫做信耶稣。所以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掌权伫你的活命当中，所以当咱咧讲到传天国的福音，咱就爱理解这两个名词。第一个是天国，第二个是福音。天国是啥物意思？天国毋是天堂，天国毋是讲毋是咱平常时咧讲的这天顶的国。天顶的天堂是安那？是人过身了后。人离开世界，受上帝接去了会去的所在，迄叫做天堂。但是天国毋是，天国是福音书来到福音书讲到耶稣来到伫即个世间，毋是要教导咱讲，咱咧会当怎样做，才会当入天堂。福音书是讲到宣告天国要降临伫即个地上。天国要降临伫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当咱相信天国，咱就相信这毋是未来的代志，这是现在的代志。这毋是未来讲到哦对，我因为我信耶稣，所以我未来会入天堂，毋是安尼。信耶稣是即马，是现在，就是。当我信耶稣了，伫即马，伫现在，伫咱的生活当中，
耶稣就踮伫咱的内面，耶稣就踮伫咱的生活当中，这叫做天国。所以福音嘛无干那是得救尔，福音咱平常时咧传的福音叫做得救的福音，就是讲你若信耶稣，你未来过身了，离开这个世间了，上帝会接你倒转去到天顶，你会去到伫上帝的国。无毋对，福音有一部分，但是福音毋是干那安尼尔，福音毋是干那是得救。信福音毋是有备将来要入天堂，信福音是互基督伫咱的生活当中来掌管。伫这本册当中，这个作者 N.T. Wright 伊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啥物呢？就是若是有一天你收到这个美国的总统来写批互你，讲台湾的总统可能无一定真侪人拢爱伊。拢爱伊写批互你啊！咱就讲美国的总统有一天写批互你，啊，你收到这个批，你就真欢喜，讲哦，敢是总统要邀请我去带伊的白宫，哦，你就真欢喜。但是这个作者伫当中讲，毋是呢，总统写批互你，毋是讲要邀请你去带伊的白宫，伊的意思是安那，伊要来恁兜带，总统要来恁兜带。并且安那，总统要互你的厝，要互恁兜成做白宫，要互恁兜成做总统所住的所在。这个意思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伊写批互咱，就亲像这个福音传到伫咱的活命当中。伊的福音的意思，毋是干那要邀请咱去到伫天顶，甲伊做伙住。福音的意思是，上帝要来到伫你的活命当中，要甲你做伙，亲像咱头拄仔诗歌所讲的，甲主做伙行。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上帝甲咱同行，这才是福音，这才是咱所相信的福音。所以，当咱相信了后，咱就知影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活命当中，是爱互咱每一天的生活。会当互耶稣基督来做主，会当互耶稣基督来做主。牧师常常伫当中伫讲道的时阵讲到一句话，就是这个大卫包森牧师所讲的一句话，讲若是耶稣无伫所有的代志顶面做主，安尼伊就毋是主。我搁讲一摆，若是耶稣无伫咱所有的代志顶面来做主。安尼，伊就毋是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咱互耶稣基督做主，毋是讲哦，咱来到伫教会的时阵，礼拜日的时阵，咱较互耶稣基督做主。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咱平常时要做啥物代志，伫做工课咧做啥物代志的顶面，咱无想要问耶稣基督的意见。咱敢若想讲哦，我家己做主，我家己决定就好。耶稣基督若无伫所有的代志顶面做主，安尼伊就毋是主。当咱搁一摆来思考福音的意义的时阵，咱就会当来看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耶稣基督伊伫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的经文当中所讲的。这3章的经文，就是咱常常咧讲到的，叫做登山宝训，就是耶稣伫山顶讲了规篇的道，这篇道长甲有3章，伫当中伊就咧对伊的门徒来教示因。耶稣基督看见这侪人，伊就去到山顶，既然坐咧，门徒到伊面前来，爱注意耶稣基督。伫遮开喙教示的对象是门徒，伊毋是咧传福音予无信上帝的人哦。伊所咧教的是教门徒讲，恁爱怎样来领受这个天国的福音，伊就开喙来教示因。所以，伫登山宝训这第5章到第7章这3章的经文。
嘛，互人称作是伫天国的律法，就是讲伫天国的律法当中，因为伊描述了天国文化当中的价值观，描述天国文化当中的价值观。所以今仔日咱就要做伙来看，耶稣基督所传的天国福音是啥物？天国福音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天国福音带来要来改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天国福音带来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为什么讲到要改变这个世界呢？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意思是安那？因为天国的福音甲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无共款。咱等下会做伙来看。咱首先爱先来看，为什么世界的福音？为什么世界的价值观已经离开了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世界价值观离开了上帝的心意？伫创世，咱会当对创世纪当中来看。其实对创世纪开始，创世纪第3章当中，就甲咱讲到，蛇是怎样来改变人的价值观。创世纪第3章第1节，蛇对这个女人讲：上帝敢是真正安尼讲？你袂无允准恁食这个爱甸园当中所有树仔顶的果子吗？这是蛇对这个女人问的第一个问题：上帝敢是真正安尼讲吗？这句话就互这个女人和夏娃开始有一个对上帝的形象开始改变，开始感觉讲，敢讲上帝真正无全部甲所有的代志甲阮讲吗？上帝无真正将所有的代志甲阮讲吗？因就开始讲到上帝敢是咧欺骗人，上帝敢是咧欺骗人。后来第4节到第5节，佮讲到蛇对这个女人讲：恁无一定会死。讲到恁食了这个果子，恁无一定会死。其实这是圣经的中文圣经的翻译，叫做“恁无一定会死”。其实伫原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讲到的是足确定的，是讲恁一定袂死，恁一定袂死。意思是讲啊，蛇开始对女人讲到上帝形象讲，上帝其实咧欺骗恁啊。上帝创造恁吼，但是上帝无要将所有全部福气拢互恁啊。这丛树仔顶面的果子吼，就是搁较好的福气，但是恁无食到，安尼就算是啦。所以蛇开始对女人讲到，就是咱咧讲的洗脑啦，就是开始对因讲，其实吼，这叫做，这今下有一个名词叫做认知作战啦，就是开始咧对因讲吼，其实吼，上帝毋是恁所想的安尼。应该形容讲，上帝是一个欺骗人的上帝，并且上帝可能是一个上帝是这个对人有保留的上帝，并且人伫当中就接受了这个价值观，因为人接受了蛇向因描述这个上帝的形象，人甲上帝的关系就无搁再亲像第1章、第2章。上帝当开始创造人的时阵，迄个关系遮尔亲密，人开始有家己的意念，开始有家己的想法，人开始想要甲上帝同款，要来分辨啥物是好，啥物是歹。但是分辨好歹原本是好代志，但是人想要照着家己的意思来分辨好歹。毋是照上帝真理来分辨好歹的时阵，安尼人就渐渐离开上帝道。我举一个例来甲大家分享，就是伫创世纪当中甲人讲的，当因亚当甲夏娃因2个人食了这个果子的时阵，伫第3章第7节就甲人讲，因食了的时阵，因的目睭就光啊。因就知影家己是安那，是无穿衫的。知影家己是无穿衫，因就感觉安那，感觉见笑，所以因就去找遮个叶啊来编做
变做衫会当来穿伫因的身躯顶，因为因感觉见效。但是原本上帝创造因的时阵，因嘛是无穿衫，但是因无感觉见效。这是啥物意思呢？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我毋是讲咱即马无穿衫就袂见效安尼，我毋是安尼讲。我的意思是讲，因为上帝起初的创造，伊的价值观受蛇来对人洗脑了后就改变了。人原本是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价值观，但是蛇伫当中洗脑了后，因就接受了蛇的价值观，接受了魔鬼的价值观，因就安那，因就感觉见效。原本上帝所创造的价值观是感觉无穿衫嘛，无感觉见效，但是即马因感觉见效，代表讲因接受了另外一个系统的价值观，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渐渐走向到底安那，到底用人做中心。世界的价值观就是人做中心，用家己的利益做方向，这个价值观。这甲原本上帝所创造的价值观，就是用上帝做中心，用基督的疼做方向的这个价值观，就无搁再相共。人就因为安尼，就活伫一个受罪影响的这个价值观的系统内面。所以，当咱咧看见魔鬼是怎样伫人的历史当中咧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咱就爱来思考，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伊所要做的是啥物？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伊所要做的就是要改变人心中的价值观，改变人心中的思想的系统，无搁再军队魔鬼的价值观，爱军队天国的价值观，就是上帝伫当中所引带、所带领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要互人会当真心接受，原来上帝的意思是安尼，原来上帝的意思是安尼。所以，耶稣伫这个咱等下要做伙来看的这个天国八福，就是这个八福气当中所讲的，什么款的人有福了？这个有福了，这个天国的福气，就是咧讲到上帝的恩典甲拯救。这个意思就是，当这款的人伫上帝国内面，上帝会怎样来对待伊？这就是福气的意思。所以，咱伫今仔日的讲道当中，咱要重新搁一摆来思考福音的意思，搁一摆来看咱平常时可能已经真熟的经文当中，上帝对咱讲什么话？首先咱讲到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开始，讲到天国八福的第一个福气，就是牺牲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完全真详细甲八福气拢完全解说了足清楚，但是大部分其实咱已经拢知影。咱爱来思考的是安那，是有啥物无天国的价值观，甲世界的价值观有啥物无共款？天国八福，这个八福气当中，其实这八福气拢甲世界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因为牺牲伫这个所在，中文翻译做牺牲，但是伊原本的意思是心内丧香的人，心内丧香的人。就是讲，你的心灵内面是感觉真欠缺的人，安尼天国是因的。这是啥物意思呢？这是咧挑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甲人讲到，人若富足、成功，人若富足，心内面有信心、有自信的时阵，迄较代表是成功。咱若是会当趁了搁较侪钱，会当感觉咱的活命是无欠缺，安尼较是成功。但是天国价值观甲人讲到，
咱爱承认家己无够，承认家己是丧凶的人，承认家己是需要上帝帮助的人。咱毋是倚靠家己，咱爱倚靠上帝。这是第一个挑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第二个讲到爱听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安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甲咱讲到哀伤甲失败是软弱的表现，哀伤是失败甲软弱的表现。这个意思就是，人若是会伤心，若是会悲伤，是代表安那？代表你失败啊，代表你活命真软弱，代表你安那无够刚强啊。但是天国价值观甲人讲，其实上帝要甲遐个哀伤的人同在，上帝要亲自安慰因。这是一个真正充满盼望的一个应允。亲像伫诗篇当中所讲的，耶和华瓦滚伤心的人。其实上帝无轻看人的目屎，上帝无轻看人的目屎。当人忧伤、悲伤的时阵，上帝要伫当中带来人心中真大的安慰。第三个，咱要来看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承受土地。伫这个世界价值观是甲人讲到，什么款的人才会当承受土地呢？世界价值观甲人讲，胜者为王，赢者全拿，就是你爱赢过别人，你才会当得到这个产业；你爱赢过别人，你才会当得到你所要得到，才会当承受土地。所以，伫这个世界价值观当中，甲人讲到力量就是一切。人若是人爱追求绝对的力量，因为力量就是一切。但是天国的价值观毋是安尼，天国的价值观甲人讲，温柔的人毋是倚靠力量，乃是倚靠上帝恩典来承受上帝应允。温柔的人毋是倚靠力量，乃是倚靠上帝恩典来承受上帝应允。第四个讲到枵喙焦较无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到巴祝。伫即个世界价值游玩共款，甲咱安尼讲，人伫世间就是爱来追求物质世界的满足，但是天国的价值毋是安尼。天国价值毋是讲咱毋通满足伫即个世间的欲望，咱爱渴望上帝公义甲圣洁，爱追求上帝的心意，这才是天国的价值。第7节，甲人讲到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因必蒙怜悯。我特别要来伫这点，我要搁较侪来分享。怜悯人的人有福了，这是啥物意思呢？这其实耶稣咧讲了这个意思，其实是咧对抗当时代耶稣当时代的人，迄个时阵的宗教领袖甲遮的律法师，就是咱所讲的遮的祭司、文士甲法利赛人，即款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即款的人，因伫当时，因所追求的是绝对的公平甲正义，是绝对的公平甲正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追求绝对的公平甲正义，表面上看起来是真好的，是无毋对的，但是耶稣基督伫当中讲到，天国的价值。佮有一个更较大的、更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彰显上帝的仁慈甲良善，要彰显上帝的仁慈甲良善。这是啥物意思呢？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伫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咱牧职当天去到参加这个总会演习会。这个演习会当中，就邀请了这个大都会这个儿童主日2事工的这个 Bill Wilson 牧师伫当中来甲阮做伙分享这个因伫当中的事工。伫当中，这个 Bill 牧师呢，伊就分享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伊伫世界逐角落、世界真侪所在，伊拢咧做这个儿童事工，咧拯救
拯救遮个送香的遮个儿童。伊有一摆，伊就讲到，伊伫海地即个国家，伫海地即个国家呢，伊就拄着有一个细汉囡仔，一个查甫囡仔，伊阁真细汉，但是安那，但是伊的喙唇吼，伊的喙吼，就生一个肿瘤啦，就肿起来，就生真规圆安尼。但是当地呢，拢无人会当医治伊。为什么？因为伊是安那，伊是伫丛林内面去生出来，伊是伫丛林内面去生出来，所以伊是无一个身份证，伊伫因的国家是无身份证的。所以当即个比尔牧师伊看到即个囡仔的时阵，伊就真想要救伊，但是因为伊无身份证，就无健保卡嘛，无啥物等等的，所以若送去到病院嘛无法度救伊，所以伊就想了一个方法，伊就去找一个人，即个人是专门咧安那咧做即个假护照的，就是咧做即个假身份证，咧做即个假护照。伊就请即个人为着即个细汉囡仔来做一个假护照、甲假身份证，就甲伊用即个假护照来带伊去到伫美国。就伫美国咧病院来帮伊开刀来治疗伊，互伊会当好起来。我听到即个故事的时阵，其实对我心内面有一个真大的即个冲击。为什么呢？因为安那，亲像一寡人嘛对伊安尼讲到牧师你安尼做安那，是违反遮个法律的呢？你安尼做是毋对的呢？安尼做是违法呢，但是比尔牧师伫当中安尼讲，上帝疼即个囡仔，上帝需要救即个囡仔。当咱咧追求公平甲正义的时阵，咱敢是真正有看到上帝的心意？上帝敢有要救即个人？上帝敢有要互即个囡仔？若是伊，就因为安尼，就离开世间，因还未相信上帝，安尼伊就无法度得到即个救恩。若是有需要，互即个囡仔得到即个救恩的时阵，安尼咱无一定爱照着世间的方法来做，咱无一定爱照着世间的方法来做。这就亲像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时阵，伊毋是定定。咧伫安息日的时阵咧医治遮个病人吗？迄个时阵，法利赛人拢咧对耶稣讲：你哪会违反上帝律法？你哪会伫安息日咧做工呢？耶稣基督伫当中讲了一句话，伊讲：人毋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并且人主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讲，律法上重要的意思是为着要成全上帝的疼。所以，咱毋是干那照着即个规则顶面安那写，咱就一定爱安那做。咱爱来想讲上帝的心意是安那，咱爱来想讲上帝的心意是安那。就亲像伫起初的时阵。当阿当甲夏娃因犯罪的时阵，原本上帝意思是讲，恁若是食迄个果子，迄个日子，恁一定会死。但是为什么因后来无死呢？因为上帝怜悯，因为上帝怜悯，因为上帝望，互因有搁一届的机会，会当来超找上帝的心意。所以，互因会当伫当中定心来思考，上帝是为什么？要创造因，上帝是为什么要将爱电园交托给因？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因必蒙怜悯。怜悯意思，福音的终结的目标是要彰显公义吗？还是讲福音的目标其实是要互人得救呢？这是咱会当思考的。再来。第8节，甲人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得见上帝。这嘛是同款，耶稣基督咧挑战
遮所有当时代的律法师甲法利赛人，因为因真重视的，就是安那，重视外在的宗教仪式。外在的宗教仪式，就是即个洁净的礼仪。但是耶稣基督讲，天国的价值观，毋是干那重视外在洁净的礼仪尔，更较重要的是，你的心内面敢有清气？你的心内面敢有清气？因为人若无圣洁，就袂当看见上帝；人若无圣洁，就袂当看见上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因心内面是清气的，是圣洁的，因为因是专一追求上帝，因会当看见上帝。第9节甲人讲到，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因要称作是上帝的囝。互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即个互人和睦的人，就是英文翻译叫做 peacemaker， 就是即个制造和平的人。即个意思是咧甲人讲，即个世界的价值观，拢咧甲人讲，咱安那有华人世界当中拢有讲到此仇不报非君子嘛，有讲到啥物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等的，就是讲到安那。若是有啥物款，人若是伤害我，我就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报仇啊！我就一定爱去回应伊就对啊！即款的价值观，伫人的活命当中，伫人的世界当中，制造真侪的伤害甲对立。但是上帝的天国的价值观。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要用疼甲赦免来解决所有的冲突。上帝来到伫即个世间，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伊就是咧安尼做。上帝囝，伊就是咧安尼做。当人咧伤害伊的时阵，伊是甘心顺服，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因为伊要用疼。甲赦免来解决伫人世间当中所有的冲突，这是互人和睦的人。最后一个讲到，为伊受困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为伊受困住的人是啥物人呢？这个人为虾米有福了呢？世界价值观拢甲人讲到，赢过别人，得到世上的成功，安尼。较是一个福气，赢过别人，得到世上的成功，较是福气。但是耶稣基督讲到，天国的价值是上帝会为咱伸冤。虽然咱伫即个世上会经历迫害，但是伫上帝的国内面，上帝为咱伸冤，上帝互咱安慰，咱伫伊的国内面有即个盼望。当咱经历这八福气的时阵，咱就知影天国的价值观甲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无同款。这个世界所重视的是外在人所得到的力量、财富甲成功，但是耶稣基督甲人讲，天国重视的是人的谦卑、超出上帝，是人的怜悯，是基督的疼，是咱对上帝的倚靠。是甲即个世界完全倒并的，所以咱讲到天国的价值，天国的福音来到即个世间，是为着要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因为人毋是倚靠家己，人爱倚靠上帝。第5章11节到12节，就是咧补充他拄仔第10节的经文当中所讲的。咱会当来思考即件代志。人若因我辱骂恁、困着恁、捏造大样的歹话诽谤恁，恁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连恁早前的先知，人也是安尼来困着因。耶稣讲到即两节经文是为着要补充为伊受困着的人。为伊受困着的人，因是怎样受困着呢？是因为人用同样的话，用同样的话语来诽谤因，
咧玉美因咧困着因，因是怎样受困着？咱得爱思考一件代志：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困着？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困着？咱爱来思考，因为安那，他拄啊耶稣所讲的，因为我，因为耶稣，所以因就是因为安那，因为因咧传耶稣的福音，因才会受到困着。因为当时代遮的门徒，因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因才会受到困着。所以，若是讲咱啥物拢无做，咱阁会受到困着吗？其实就袂嘛。即个演习会当中有一摆，即个咱的副总会长张雅迪牧师，伊伫当中讲道的时阵，伊就讲了一个伊拄着的咧。即个伊是讲到，当伊古早搁伫淡水咧牧会的时阵，伊就拄着一个伊毋是伫教会当中，伊是来到伫可能是其他的所在就对啊。伊伫当中，伊就拄着一个姊妹。即个姊妹呢，伊就看到即个雅迪牧师的时阵，伊就有一寡对话的时阵，伊就问伊讲：哦，你敢是一个基督徒？雅迪牧师就讲：哦，对啊，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知影？因为他就讲，因为我看会出来，恁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这互咱有一个思考的代志，就是为什么伊会互人看会出来，伊是基督徒。后来，即个姊妹佫讲了一句话，伊讲：我以前吼嘛是拢有去教会啦，但是我即马无去啊，因为我嫁来阮翁家吼，我安那，伊讲一句话，伊讲我稳重了足好，我无互人看出我是基督徒，我稳重了足好。我就听到即句话就讲这款基督徒叫做啥物？叫做卧底的基督徒嘛，吼，就是要秘伫人的厝内面咧，真做是基督徒。其实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安那？你若是一个基督徒，你爱互人看见。为什么基督徒想要稳重伊的身份呢？一定是安那？伊若是显明伊的身份，伊会受到困着。因为伊若显明伊的身份，伊会受到困着。所以基督徒受到困着，其实是足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伫历史历代当中，遮尔侪基督徒，因虽然受到困着，因犹原阁爱去传福音，是因为安那？因为伫因的心内面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因的心内面有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因想要去，因相信。亲像他拄啊，耶稣基督所讲的，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因为因有一个愿望讲，咱伫即个世间受困着，但是伫上帝国内面，上帝会赏赐互咱有天顶同样的福气。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讲，为伊受困着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因为天国是因的。安尼，咱就爱来思考即个问题：咱要怎样会当互人认出咱是军队耶稣的人？咱要怎样互人会当认出咱是军队耶稣的人？基督徒受困着是足正常的代志。咱的教派、圣教会、台湾圣教会，也是日本圣教会，其实拢是共款。台湾圣教会是对日本传教伫台湾所设立的，无论是伫日本也是伫台湾，其实伫历史当中都经历过即个真大受困着的时阵。就是当日本伫当中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因需要伫全部日本人拢因爱追求合一。合一的意思就是因爱拜共一位神。就是日本的即个天皇，所以因所有的人拢爱去跪拜即个天皇。若是有人无跪拜即个天皇，要去拜其他的神的时阵，因就会受困着。当迄个时阵，台湾抑阁是日本咧统治的时阵，
台湾信教会伫当中嘛拄着真大的困境，教会需要关门，无人会当来聚会。但是伫当时，游园才伫当时才的牧者，才会开拓教会的人，游园真忠心咧服侍。每一礼拜堂拢无侪人，牧师嘛是照样徛伫台仔顶咧讲道，咧分享上帝的话，因为因知影困着袂当互教会灭亡，困着无法度互教会灭亡，因为教会是倚靠上帝，教会是倚靠天国的福音来设立的，所以教会伫当中需要互人看出，咱是军队耶稣的人，天国的子民有转化世界的重要使命，天国的子民有转化世界的重要使命。耶稣刷落来，就用2种比喻来讲到，咱会当怎样来转化这个世界。第一个，耶稣就讲到，恁是世上的盐，恁是世上的盐。盐是啥物意思呢？伫当时迄个时阵，盐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安怎伫食米顶面要防腐，也是要即个调味，就是要互即个食米会当有味。所以盐伫即个世间，人若是咱若是食做即个世间的盐，咱嘛是共款，咱会当伫即个世上，咱会当有一个防腐甲即个调味的即个作用。当咱咧祈祷、呼求上帝的国降临的同时，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咧行往倒变的方向，就是行往这个腐败的这个方向。但是天国的子民，咱需要知影，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伫这个世间，就是要来成做一个防腐的作用，要来互咱会当行出真理。咱就会当来影响咱周围的人，所以咱伫即个世间，世上的一言一行，拢是为着要成做即个世界的即个防腐剂甲即个调味剂。透过咱平常时日常的生活，咱的对人的疼痛甲关怀，亲像咱真侪兄弟姊妹，咱会当伫咱的社区、咱的小西门里当中，有真侪真美好的探访关怀的事工。伫南华里圣安圣教会的开拓当中，嘛是有真侪真疼痛人的事工。咱感谢主，因为这个事工，互咱知影，咱会当伫即个世界，互即个世界带来更较侪温暖甲关怀，互人因为咱会当认捌主。互人因为咱无行歹路，会当认捌上帝真理的道路，这就是咱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善甲和平的美。这是咱真做世上的盐。第二个，耶稣讲到，恁是世上的光。城造伫山顶是袂当稳重的，毋是放伫斗底的，乃是放伫灯台顶面。为着要照亮一家的人，这个意思是讲，恁是世上的光，恁若是光，恁就莫安那，莫甲这个光盖起来。恁若将这个光盖起来，人看无。恁应该安那，爱互人看见。光的意思就是爱照亮，爱互人看见。所以讲，恁的光也得爱照样照伫人的面前，叫因看见恁的好行为。就将阳光归伫恁伫天顶的爸。光的意义就是引带甲照明，因为天国的子民，就是为着这个充满黑暗甲混乱的这个世界，要来带来这个光的指引甲方向。所以，这个光是袂当稳重的。所以，亲像咱头拄仔的问题当中所讲的。咱会当怎样互人认出咱是军队耶稣的人呢？咱要怎样会当互人认出咱是军队耶稣的人呢？
咱就是爱诚做盐甲光。咱的活命会当诚做照亮别人的光吗？会当诚做照亮别人的光吗？咱会当安怎做？这就亲像他拄仔经文当中所讲的，人若看到恁的啥物，看到恁的好行为，人若看到恁的好行为，就将阳光归伫恁伫天顶的爸。所以，咱的活命会当怎样照亮别人，就是用咱的好行为去帮助别人。当咱诚做天国的子民，愿意活出盐甲光的活命，好行为就是必然的结果，互人会当看见，并且认出咱是跟对耶稣的人。咱爱知影好行为，耶稣的教导毋是咧教咱讲，恁爱做好行为，毋是安尼。耶稣的意思是，恁爱诚做世上的盐甲光。恁若是接受天国的价值观，伫恁的心内面，好行为就是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讲，恁若是真正诚做一个天国的子民，照着天国的价值观咧做代志的时阵，恁所做的代志就一定是好行为。恁所做的代志就一定是好行为，因为天国的福音伫恁的内面。当咱诚做天国的子民，咱爱学习用天国的价值观显明伫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互咱会当，互人看到咱的好行为，就将阳光归伫咱伫天顶的爸。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个故事呢？嘛是我咧听 Bill Wilson 牧师咧分享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故事。这个人是叫做 Dirk Williams， 伊是伫16世纪当中的一个荷兰的基督徒。伫历史的记载当中，敢若讲到伊是一个基督徒尔，伊无讲到伊是一个牧师，也是宣教师，也是啥物款等等的长老等等的人，毋是哦。敢若讲到伊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特别讲到伊呢？因为伊做了一件代志，互人看见，感觉真感觉不可思议啊！伊做了什么代志呢？当迄个时阵，16世纪的时阵，因为坚持伊的信仰，就互人掠去关。但是呢，伊搁对监狱当中，伊就成功逃走。伊逃走了后呢，伊就安那？伊逃走的时阵，伊会经过一个穿越一个迄个时阵吼，迄个乌面拢结冰啊，所以伊必须要穿过一个冰冻的这乌面。但是呢，伫后壁咧掠伊的即个士兵呢，咧掠伊的时阵，因为士兵穿的即个盔甲吼真重，所以伊咧掠伊的时阵呢，伊就安那，伊就摔落去到伫乌面。所以伫即个时阵，伊就面对一个选择，伊即马是要逃走的人，但是咧掠伊的人安那摔落去啊？安尼伊要安怎做？伊若继续逃走，伊就会得到自由。但是伊若转去要救即个人，安尼伊就要互人掠倒转去，甚至是判死刑。安尼伊要安怎做？各位兄弟姊妹，如果是你会安怎做？这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世界的价值观甲天国的价值观来做选择。若是照着世界的价值观，一定是想讲安那。我就是要来逃走，我就是要来得到自由的。别人的死活甲我有啥物关系？我要逃走。但是，这个 Dirk Williams 这个人，伊就安那选择牺牲伊家己，因为安那，伊为着要救这个。要来掠伊的人，伊就倒转去救这个人，甲伊救起来。后来这个人就甲伊掠倒转去，后来伊就去判死刑，甚至是伊的死刑是安那，是用火来烧，甲伊烧死。
这个人的 Williams， 伊所做的代志，伊照着天国的价值观，用基督的疼来回应这个世界对伊的昆众，用基督的疼来回应这个世界对伊的昆众，这就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毋是吗？所以，伊所做的这件代志，后来就互人做一个雕像。就放伫即个荷兰的即个公园的内面，即个雕像呢，到即马还阁咧提醒，到伫即马所有的人，互人知影讲，过去有即个人，伊捌做过即件代志，伊捌做过即件代志。虽然伊毋是一个真有名的牧师、宣教师，还是长老，还是等等什么人。伊敢若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但是伊悠然会当用伊的活命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是关乎这个世界的转化，并且咱每一个跟对伊的人，拢是这个转化当中的一部分。互咱会当靠着上帝恩典，在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当实践这个使命，互世界会当看见天国的光辉，并且将阳光归伫咱伫天顶的爸。咱搁一摆来看，耶稣基督教导咱的祈祷是安尼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面，亲像伫天面。愿你的国降临。毋望即句话，毋是干那存在伫咱祈祷的喙当中。毋望即句祈祷词，是会当落实伫咱的生活当中，互咱会当用行动来见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来到伫即个世间。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当你将天国的价值观，即个天国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来传互阮，互阮就会当伫当中，搁一摆思考，阮过去的活命是怎样背景。离开上帝你的道，愿你就伫阮活命当中，搁一摆对阮讲话，启示你真理的话语，引带阮，互阮行倒转来到伫真理的道路当中。愿你借着耶稣基督教导阮每一句话，互阮真做伫生活当中，会当行出好行为的模范。互阮领受即个天国的价值，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活出盐甲光的使命，互人看到阮的好行为，就将阳光要来归互你。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阮的活命当中，亲像伫天顶共款。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借着咱每一届来敬拜、来听道，互咱的活命甲主更较相连，互咱的活命甲主更较亲近，更较会当照着上帝心意对主来行。这时，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一个回应。当咱相信上帝是听从咱的主，当咱相信上帝将天顶同样的福气赏赐予咱，咱就会当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听，互咱的活命会当显出上帝的听，显出耶稣基督的听，将咱的奉献来见证出来。咱这时就当心当坐起立，
咱同心用诗歌来阿乐上帝，来敬拜上帝，来奉献伫上帝的面前，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望主大爱拖做侬，我的所有恩赐力量，一切拢归主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我救主，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我救主。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我的双脚行天路，我的目睭仰望阮主，我的嘴学了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我救主，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我救，拢归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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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主，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拢归耶稣我救主。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丰盛的应允祝福予你，予你会当承受上帝国的产业，扩张你活命的境界。愿主耶稣基督引带你行伫福音真理的道路顶面，予你心内面充满基督的疼甲真理，伫你的生活中做光做盐，成做正人的祝福。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来充满你的活命，予你满有信心甲智慧，伫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靠主徛得得稳，面对挑战犹原会当坚定甲主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同在，特别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每位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